11月14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。網絡購物平台款式多，價格又實惠，但就要小心商品嘅致癌物啦。韓國關稅廳近日就對海外購物平台販賣嘅仿冒商品展開搜查，發現盜版 Labubu 鎖匙扣、塑化劑竟然超出安全標準344倍，長期接觸更加可能會中毒，甚至增加不育風險。韓國關稅廳嘅行動查獲超過60萬件商品，發現其中112件嘅致癌物質包括鉛、鎘同塑化劑等超出標準，部分商品更加被驗出重金屬超標高達5527倍。根據香港食安中心嘅資料，慢性鉛中毒可能導致貧血、高血壓、消化系統疾病、腎功能、神經系統受損同不育等病症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